对啊，对啊，啊，还是那决定了维尼，还是哦，谢谢啊，分享谢谢。我帮你看出来这个，但是没有骗人坏吗？第一是稍微有点发酵，然后它如果东西要把它它的根这样就可以了。这跟我有必要买的，它直接给发酵到两到他们要用快钱这两个，他们用两个其他的厕所。对，不要用，就是说另外这一颗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有第二个有吗？有记得。等一下看账单我知道。资料是开给他的知道是吧？只是5万多块吧。我还要帮你买房子，都该买的我都买。可以买，对吧？200平对吧？你把你遗产交代，遗产给他吧。遗产拢给用头脑。有当过来的中国什么？啊？还是不确定，不确定对，本来这包我帮你买，知道你人来手，你就帮你买。这包要有啊，有这个对吧？后面家就买到了，还更有，讲下去，这没好为。这个比较重，有啊。对呀，这个盖啊，一定要盖，当然要盖了。
大部分比赛开的时候装这样，开的时候装这样，他没有做的就没有，他变大了，这些给他打的现在出来的，没有用就在这样。你老在吗？该有的方面都有。他现在这个也他都搞一些，就是他现在是这样，他如果这个花跟花的应该的话，让它掉，再换成那个好一点。不是，他现在是什么都搞掉。当然得快点的一点好一点，你们就这个吃掉。这个它这个时候，它的时候这个点，这个点，这个来这样，这个点，然后历史先生讲，他要换进球的时候，这个不用换，要换进球按这个按的40度方向转，这样做法，因为这个是很准的。那如果是平常不要说我们要在那个动没有在这个怎么办？没有练那怎么办？所以他没有另外一个短镜头在。没有，他这个短镜头已经在这边的。哦，18的就是来短镜头。中文一定要这样整。对，不会撞啊。比那个30镜头的还要轻的，我拿30镜头的不会中，还好。我买那个这个，我买那个改天，你明天晚上那个开始那个13万给我接的那一个，我带你就3个小孩在学的。上班很累啊，对。他们去那个家假扮到哪？你讲到哪里去？马改摄影整体微调了，我们记得好，我礼拜六再改。这是光明。这个是比上个礼拜要去买的，他礼拜5本来是礼拜5，我家2个，有一个小儿子不到。就是万年分啊，我刚来呀，我跟着现在可以呀，还没事啊，我刚刚回来。很多啊，哎呀，刚刚到现在。大概还蛮给我，一般很多给我。我打电话跟那个讲过话，哎。咱们今天是拜了，不能把拜，就拜了一拜。我来了，啊。在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大家上3年吧。礼拜6吧，不想起家啦，结果就第2天天气好怕。礼拜6跟礼拜天。礼拜我们在上课啊，不是寒假。泰国那个过来，夜光麻烦，就更容易接受了。我讲新疆那边，我把开起来，这边开的。
所以呢，像这个这边要准备一个方法讲嘛。下次来了，我就打电话给我，所以很迫不及待。看一下。7点上课。他老这样细讲，我说啊，他们慢讲，他们什么他们这会买东西给小朋友吃，在劳动力这边呢，今年工资出来，太高了，他不高。现在也有，要利用OK 的。现在这个现在这样的备战，比较快。这今天我一下午，那个重的越重的越贵。你说这样，这样跟糟糕了，啊，我又忘记带了，对不起，那我要再记一下你的2、这么一个种。加点菜哈。没有问路。可以。这个是在把他们的位置推小。大多一两，也是这样。我吃了一点，
我因为我们看自己长的这些，那你脚架3支啦，剪光线有大片跟小片。小片。我嘛是第一站，这边我嘛是第一站。我这里怎么？有的是要去大片小片，这个要大片啊，小片。那到200块到那个面皮那个叫什么？不管你们是那个上个礼拜那个班费人讲的，因为我名单没有带嘛，对不起。啊，你们有没有要买那个解光镜那个？也有了，你也有了哈。多等一点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老师上个礼拜跟刚刚没有带去，所以这个礼拜有人要加要减都还可以。请老师，因为正好啊，你要什么样的技能跟老师讲？对，你要什么样的技能？就这样。这个设定跟那个是怎么设定？怎么个样设定？我今天给你来，19，你然后呢，来空气嘛，空气刷回来呢，都刷回来就都刷。这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。来个1开始。我来讲。加油了！
有些人，我请问一下啊，我那个超暖的2台那个第9次啊，我现在要把它设定成中午了啊，请问要从哪边设定？没有进来对，还空气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反手看到了，然后再过来。给到开始第2排是啊，OK， 过来。哦，看到了，好，谢谢。刚才我本来想过了，我挂不对的是啊。方向对。那你现在主要的方向呢？要是之后现在从这边看不到，那里面啊，我们其实因为开弱档的话，你要必须要有那个弱档的关系，你要先开外挂那个才可以开一个比较麻烦。你们开机器的就好，你这样就开给你机器的 OK， 知道的，对的，那是428乘以284乘以8，小的大的知道，它也在这边，ISO 好 ，ISO 反光，它是从200开始，可以降到400，这个很近，对，或者很亮，对，最高的2000、3000到3000到原则上，如果晚上在开游戏的话，可以得到1000多讲1000多，在不会是现在开的话，1600的话，夜景不是哈，夜景我们平常去外面拍夜景的话，跟你讲哦，真的，200多，好，你平常都要拍，我平常在家。可是我们上次上面跟高。还没到那个地方，多种不关是那是点来了，多种不关是从单元的，从单元的，从那个里面的世界是既然是不管它刚刚这个地方是不是都有花呀？
嗯。